日本人氣男子組合 One and Only 嘅成員上川謙信上個月嚟到香港出席活動期間，涉嫌非禮同行嘅女翻譯員，被控一項猥褻侵犯罪。上川謙信喺星期二到西九龍裁判法院應訊，佢喺庭上面用日文堅定否認控罪，並且一度情緒激動哭泣，有女 fans 見到亦都落淚。裁判官問上川謙信係咪需要休息，佢先用日文答唔需要，然後再用廣東話表示冇問題。控方指將會傳召2名證人出庭作供，而辯方亦都透露可能傳召1至2名辯方證人，預料審訊需要2至3日。案件排期去到7月30日開審，被告上川謙信繼續獲准保釋。案件吸引大量 fans 旁聽，清晨嘅時候已經有幾十個人喺法院外邊排隊等候，超過170個旁聽席位爆滿。25歲日籍被告上川謙信被控喺2025年3月2日喺旺角砵蘭街一間樓上食肆非禮一名女子。事件發生之後，上川謙信所屬嘅經理人公司發出聲明，話上川作出違約行為，決定將佢退團同埋解約。